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0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重要的新闻。今仔又搁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桃园部立病院的感染继续扩大，病院嘛各个情况协助病人转院。新地举办的台湾灯会宣布取消，台北定最早起嘛决定要延期办理。大考中心宣布22、23大学学测专门爱挂喙暗禁止备考。美国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会继续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甲国际参与。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疫情哦。今仔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病例，是对西班牙回国。保利桃园病院的感染继续扩大，今仔又搁增加一名接触者胃着病，目前计共有10个相关的人胃着病了。那么来听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新增2例哈，那1例是境外移入，好，那从西班牙入境，好，那新增的本土个案哈，那我们列为是870哈，是870的个案是839的家人，好，那839以前是跟838的亲密的密切接触者，那他是870是839的祖母，是不是？好，他们是同住。好，1月12号12点到5点，广德海鲜餐厅。那1月13号昨天讲过了哈，在桃园南门市场。那1月16号早上9点到9点20，在台北大肠蚵仔米线哈，那然后南门市场，然后晚上7点到7点20到福隆老。然后1月17号。到早上7点到10点，在一品金汤豆浆王，好，那1月16号，好像大概下班后，大概9点10分到9点半，有到桃园3民的麦当劳，869我们现在是研判，它可能是在1月7号，跟838，对，跟838。有在工作上有接触，是单独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外看，那单一的雇主，那一直都陪伴在雇主的身边保利桃园病院发现群组感染，早起病院嘛继续张的清空计划，协助病人转院。病院的动线冇管制，卫生局表示讲，因为每一个病人轻重症程度无同，会甲其他的病院交代好清楚。消毒兵伫咧消毒，救护车带来回在病人转院。桃园病群组感染事件继续扩大，昨嘛已经9个人确诊，病院员工353人会隔离14天，病院内面的病人拢清空。医院宣导是说，尽量是说，如果可以的话，除非没有办法自理的那种，才有陪病啊。所以现在也是等转院。我在等转院段。我们要考量到病人的安全，因为每一位病人的轻症及重症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也要跟接收的医院的人力跟能量来做一个工作上面的协调。卫生局讲会继续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协助桃园病的清空计划。确诊的护理师王阿宝按863加864北去过桃园的南门市场。普通市人常做南门市场，直到紧急消毒了，20休困1天，搁消毒一遍。今天就是前面很彻底的，大家都停止营业休息中，来做最彻底的消毒。一定会担心的这正常的那我希望大家都是把自主管理做好，然后这样的话，以后大家同心协力来走过这一段，应该很快就会过去的。那你们今天这样休息1天，生意这样受影响多大？没有关系的，大家安全就好了。有60年历史的桃园南门市场，受疫情冲击，生意影响真大。管委会虽然加强宣导，希望民众甲业者拢爱挂水安，但过民众惊讲，抑阁有确诊病例，会较莫去南门市场买菜。互业者讲，这个年真歹过。记者综合报道。保利桃园病院的感染若存有扩大的趋势，感染科医师嘛讲哦，这届以来感染状况较复杂，即马上烦恼的是，阁有胃着病人还未找到感染源，所以至少要阁观察3礼拜到1个月左右，也就是讲哦，伫过年之前，先给拢系病黑案的。保利桃园病院以来感染扩大，
指挥中心分析，感染者的病毒株是传染力较强的第614G 变异病毒株，也是目前伫美国流传的病毒株。感染科医生讲，这组变异的病毒传播力较强，不过临床的镜头甲原本的病毒差不多，死亡率也无较悬。这么较担心的是，院内也有不明的感染源也未发现，说不定就是更早可能有人已经被感染在部立桃园里面，可是症状非常的不明显。不过他们还是污染了环境，才造成后来很多人感染。那另外一条传染链呢，目前要去追踪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全员筛检，多筛检抗体的话呢，比较能够掌握到底有多少人有抗体。医生讲，无排除院内已经有进行一波感染，只是患者的症状较轻，无被发现。建议全院所有相关人员，包括看护，拢爱做核酸检测加验抗体，搁在巡线所找接触者。台大公卫行业呼吁，对这件病的群聚感染，民众应该全力配合政府严守防疫措施，防止本土病例进入社区。而目前引起这件群聚感染的病毒，并不是英国的变种病毒，民众唔免伤惊。这种小型的医院情境感染是不可避免的，家务感染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大家没有办法严格来实施遵守这样的一个防疫措施，那么面对跟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疫情，当然这个是一个挑战。感染科医生讲，目前这件院内感染的事件，除了感染者拢捌伫咧确诊进前入去过社区，也有一位外籍个看护找不到感染源，更加增加伊的复杂性。因此，即将就要继续搁再观察3礼拜到4礼拜，也就是一直爱到旧历过年期间，拢爱注意本土病例是毋是搁再增加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国内已经有一点仔紧张，指挥中心昨强烈建议讲，相关的大型活动要取消。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早起表示讲，现阶段台北市无适合举办大型的活动，所以宣布迪化街年会大街取消，台北电节会延后来举办。来到台北市迪化上宽，年会大街的布条啊，甲鼓仔顶是挂甲悬，充满新正的气氛。不过最近国内疫情压悬，疫情指挥中心19强烈建议，爱取消大型的活动。台北市长郭文地23日宣布，取消台北市年会大街实体活动，台北电节嘛延后举行。收集完整的资料后，我们讨论也有结论，现阶段不适合举办大规模的群聚活动，所以年后大街的实体活动取消，台北灯节延后。郭文地表示，台北市府以指挥中心的信息，还有专家的判断来做决定。因为年会大街每一年差不多有80万人来遮踅街，是真恶将恶人阵，即嘛临时冻店，店头甲民众拢感觉真无彩。不过嘛理解讲，现阶段要是以防疫为优先。商业处有辅导电商加强电商这区块，包括宅配。我们简单的预估是。真的可能影响很大，最少也三成应该也有。过年就是大家都有一个那个气氛来采购年货，你给它取消的话，当然很可惜。因若今年头一届刷去网街台北灯节，当时才会复办。郭文地表示，会看疫情发展的情形来决定，无定延到中秋节。因若附近的龙山商场美食街的店头讲，原本期待人阵会带来生意，不过即马恐惊是去了。台北市府指出，相关的厂商会以合约规定标准流程来补偿。大家蛮期待的，因为那个凯达饭店观光客已经没来了，生意已经很差了。那延后没办法遇到，一定以防疫为最大的优先，所以在办理整个公贸的相关活动，我都觉得应该要限缩小规模。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因为最近疫情的状况，新正期间新北市大型的群聚活动，若无法度做甲徛名者，都一律爱取消。市府嘛会持续检讨改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钱柜 KTV 林盛店，去年的4月份火灾造成9人死亡，54人受伤。代志发生8个外月咯，受害者出面批评讲，钱柜根本无和解的生意。消基会嘛协助20名的受害者，今仔到台北地方法院向钱柜提出团体诉讼，要求爱赔偿3972万。
他们可能工作没有办法工作，还是干嘛的？我觉得他们自己有困难，可是他们是躲在背后，没有人发现的。心内是真艰苦，想起事发经过，有缘心惊惊。珍贵 KTV 林心店大火受害者，在消基会律师陪伴之下，自走到台北地院，正式向珍贵负责人连带省等7个人提起团体诉讼，佮要求珍贵德光公司负起连带责任。参加团送的包含轻伤、重伤，也佮当时受到病危通知的受害者有20人。重大过失所导致的损害赔偿侵权行为的行为，惩罚性赔偿金3倍，统合起来我们请求是3972万。人在做天在看，他自己的消防安全做得那么的不确实，他却不愿意出来道歉，不愿意出来负责，那就请法律还我们一个公道。下这个生气是因为因前回珍贵到即马无释出善意，开始是以慰问金的方式用6000块到凊彩了事，甚至与外找保险公司讲和解，一直到即马也无看到珍贵主管阶层有拍过一通慰问的电话，批评大企业无负责任，态度消极。因为当初脑病变跟这个神经病变，所以现在走路有时候也是不太正常。积极的跟这些人去做一个沟通，跟就商谈这后续的一个步骤，但是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中间有什么误会或什么之类的，一直不愿意出面，所以没有办法去往下走。珍贵林心店去年4月发生火灾，造成6人不幸死亡，54人受伤送医。时间过8个月，受害者强调无看到珍贵有意和解，不过珍贵是表示有继续甲对方沟通，绝对释出上大善意。这个纷争，两边决定拍官司，要交由司法来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将出席国会人事厅庆会，伊讲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上大挑战，台湾嘛是美国重要的战略议题。拜登政府会延续对台湾的承诺，唔来保证讲，让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嘛希望台湾在国际上会使扮演愈重要的角色。美国嘛会支持台湾成做 WHO 的观察员。As we look at China,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pose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llenge of any nation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则到参加12外委会人事听证会。布林肯讲正明，中国是美国上大的挑战，也认为川普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正确的，相信未来会当建立跨党派政策对抗中国。在咧访问到对台政策的时阵，伊强调拜登政府会延续对台湾的承诺。Taiwan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aggression, and that is a commitment that will absolutely endure in a Biden administration. 那是中国武力犯台，布林肯讲，这将会是严重的错误。台湾是重要的战略议题之一，应该继续受到美国重视。另外，布林肯也讲到，北伫咧总统蔡英文竞选期间，伫咧国务院接待过去，背后也进行过几多遍对谈。To actually receive her as a candidat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when I was last there, I spoke to her a number of times when she became president, and I wa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But the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something that we hold to very strongly. 另外，国务卿彭佩奥进行解读美台交往的限制。布林肯讲，团队会依照台湾保证法来详细检视，也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扮演国家重要的角色。美国也伫咧世卫执委会替台湾发声。The United States highlights in this regard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Taiwan could make to these discussions, as well as other aspects of COVID-19 response, if they wer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fully as an observer to WHO's technical work. 支持台湾正在观察员参与世卫组织，美国发言肯定台湾的防疫经验加贡献。世卫调查团伫顶礼拜到中国，格里格斯比亚讲，就伫中国政府甲手内资料交出，才有法度查出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昨要离开伊的故乡德拉瓦州之前，嘛发表演讲，伊表示讲，伊这世人拢以故乡为荣，率来伊前往华盛顿，要来准备今仔的就职典礼。You know, it's kind of emotional.
me. 虽然现场包括德拉华竞选团队也有家族成员100多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离开故乡德拉华进前向乡亲告别议员正激动。Where 12 years ago I was waiting at the train station in Wilmington for a black man to pick me up on our way to Washington, where we were sworn in as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here we are today, my family and I, about to return to Washington to meet a black woman of South Asian descent, to be sworn in as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t tell me things can't change. They can, and they do. That's America. That's Delaware, a place of hope and light and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And I'm honored. I'm truly honored to be your next president and commander-in-chief, and I'll always be a proud son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拜登讲，伊是德拉华之子，是伫宾州出世。集会时阵，规家伙仔搬到德拉华州。拜登伫咧遮台湾大学摕到德拉华州的律师资格。伊讲，当家己也是囡仔的时阵，州政府予伊机会担任公职了，选调美国参议员。另一个看少查某囝因为车祸过身，身为单亲老爸，逐工拢坐火车返去德拉华的厝照顾后生。因故伊大汉后生抱起脑癌过身，是上大遗憾。 He's not here because we should be introducing him as president. But we have great opportunities. Delaware has taught us anything's possible. 拜登其华府了，会照惯例伫咧美国的国宾馆布莱尔宫待一案，20宣誓就职。现任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讲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也会伫咧白宫迎接新任总统，打破美国150多年来的传统惯例。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疫情严重哦，已经有超过40万人因为武汉肺炎过往。伫首都华盛顿嘛举办追思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新任总统拜登跟副总统贺锦丽嘛到现场致意。目前加州有超过300万人胃着病，是全美国上严重的州。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是来共进400摆，悼念美国靠新冠疫情夺走去的超过40万条人命，场面严肃。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民主党领袖霍耶尔等等的4人行出国会大楼，手提竹竿徛伫咧楼梯顶悬，代表国会向破病过身的人致哀。林肯纪念堂头前的倒影伫边啊，同款嘛设有400盏的灯火来表示悼念。准总统拜登甲准副总统贺锦丽嘛到现场发表简单的谈话。 Heal, we must remember. It's hard sometimes to remember, but that's how we heal. It's important to do that as a nation. And for many months, we have grieved by ourselves. Tonight, we grieve and begin healing together. 美国另外一头的加州是疫情的重灾区，累计确诊人数突破300万人，是全美国上济。好消息是，官方19表示，目前疫情当在转好，7天平均的确诊率已经降到10%以下，传染率嘛同款伫落降，每一个患者平均传染无到1个人。英国疫情嘛严重，19高日破病过身1610人，急诊室爆满，病床无够的情形是搁一摆来出现。官方19公布的抗体数据显示。 到去年12月为止，英格兰地区每8个人都有1个人捌感染过病毒。德国总理梅克尔19嘛宣布，甲16州的地方首长达成协议，延长封锁措施到2月14，并且考虑实施边境管制，防止搁较有传染力的变异病毒来继续传。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再来看咱国内疫情开始的团，高雄的病院嘛加强管控。今仔开始，病人的家属拢爱先登记，才会使去看病人。自主健康管理者是禁止看病，嘛规定讲为照顾武汉肺炎病人的医护人员，袂使到门诊会诊，希望会使减少传染的风险。病院的工作人员当利用手机示范安怎主文陪病人和探病。但本土疫情严重。 高雄采检和隔离的病院，拢采取更加严格的管制。除了自主健康管理者禁止探病，12岁以下囡仔也上好莫去病院探病，而且要陪病人也是要探病，拢爱先注文，时间和人数也拢有限制。这足无方便的啦，这你若讲厝的，就干那人仔某尔，伊要搁叫谁来顾？
还是市政府搁要拨钱，叫看路来。我觉得用手机方便性，我们年轻人是方便的，老年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对。那如果他是想要借由这样分流那个疏散人群，我觉得这个美意是好的，我们可以接受啊。那关节来探病的人，医护人员若出现呼吸道的症状、歹巴肚、鼻无通味的症头，来准无去旅游，也无接触确诊者和相关人员，拢是爱通报主管单位才会使送医，袂当家己去看医生。有咧照顾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的专职医师，袂使替人看病和会诊。服务范围，它的时段。我们都局限在所谓的专责病房，他们在工作的时间就是局限在照顾这一些确诊或者是疑似的病患，在这段期间内，他们没有所谓的会诊或没有其他额外的门诊，包括检查等等。桃园出现医护人员群聚感染的状况，和负责照顾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医护人员压力是真重。高雄中检表示。针对照顾确诊者的人员，拢有派专人来送餐，也会调整工作量，会特别注意因的身体和心理的状况，确保因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本土病例增加，桃园市个新北市昨临时宣布讲，中式海属夜市改做广播放送，也是山顶仪式。一寡学校今仔早起就互学生踮伫教室内底来看直播。有新北市学校本地寒假要去桃园校外教学，即马是要改做去其他的县市咯。新北市南云国小109学年度第一学期休业式典礼开始。今日好天笑气，温度回升。新北市别分国小的休业式原本按照运动场举办，因应本土疫情退烧，教育局下令该山顶进行。校方照旧年经验举行休业式，确实做到保护自己，也保护同学的健康。第三件事情可以做到吗？我是想要做。校长甲各处室的主任轮流照顺序对镜头提醒学生囡仔校官的注意事项，学生同齐对教室看。落尾，校长阁亲身到各班颁发奖状。这款的休业式，学生感觉真袂歹。这样很好啊，因为现在疫情嘛，可能就是说还是要注意一下比较好。一再提醒校官唔通试过去甲人开喙掩着挂手接水。校长讲，校官原本对桃园要办校外教学，但决定改地点。后来口罩班若超过50人，遂调整规模控制。我们有一些比较大型活动，只要超过50人的，我们都调整成为各班级的活动，维持一个班级在30人以内的一个规模。比较少去出远门的，然后就会尽量待在家里。有旧年防疫的经验，校方认为无论休业式也是1月日后的开学，拢靠经验。教育部提醒各级学校，若要办理活动，就评估必要性甲相关风险。若无法度严格执行风险评估甲配合措施，指挥中心强烈建议取消也是延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已经有真侪大型活动拢取消了，也毋过110学年度的大学学测22、23特别考试咯。全国是有12万多名的考生，台中市都有16000多名。台中市政府就设应变中心，要求考生拢必须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另外，新北市嘛宣布讲，后个月中式海运动会要改做线上开幕。这个月22、23就是大学的学测，不过面对本土的疫情野悬，未少准备要参加学测的同学讲，也是会烦恼有群组感染的风险。延期也不一定比较好啊，延期说不定会更严重啊。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有社区感染的例子，所以其实还蛮怕。为了防疫，台中市府成立考场应变中心，相关厅属完全依照中央规定的防疫 SOP。台中市长罗秀燕20透早也到考场来视察，伊讲要保证把环境安全做好。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要照顾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他们在很安全、
安心的环境之下，能够来进行他们人生最重要的考试。这届学测全国有12.8万的考生，台中市有10个考场，16000外的考生。除了按照大考中心规定，遵照动线甲单一的入口进入考场，全程嘛拢爱挂喙罨。考生若经过考卷唔听，迄考就会当作无考，也是0分。考生若是身体无爽快，除了会甲带到防疫试场考试以外，嘛会做通报。另外，除了特殊考生，未开放其他考生的家长备考。除非是有重大疾病或是有意外的伤病啊，那个时候呢，这个也都要事先啊跟我们大考中心来做申请。因为新北市府20早起也召开防疫应变会议，决定后个月23要举办的新北市中小学运动会，为着要避免群聚风险，开幕活动会改做线顶直播，嘛会分流分散比赛场次，佮会加强会场的消毒，确保防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民众会伫网络顶头买汽机车的强制险往往保险的条款无看好清楚，就按同意甲资料送出去，造成有的个人的资料会互乌白使用，甚至会变成诈骗的对象。金管会是表示保险公司若是违反个资法47条，上最会使罚50万。现代人大家拢有手机啊，也常常接到一寡推销的电话，互人真困扰。严格爱注意，即当你伫咧使用网络投保，无详细看伊的条款，甲同意记录去了，会甲你个人的资料和金融保险公司作为其他用途。第20立委就开记者会，要求国发会甲金管会对这种侵害个资的情形加强稽查。甚至有保险公司还包括网络购物、电子商务服务，也就是说，消费者他一旦投保之后，这些产险公司就可以利用他的个资来做行销，而且行销的范围不明。立委认为，利用个资履约甲利用个资行销是完全无同的代志。不过，消费者个人的资料却因此和金融保险业者摕去做其他用途。国发会强调，保险公司若是取得客户的个人资料，只可能用伫咧保险契约的内容。若是个资用伫咧目的以外，就要详细甲当事人讲，而且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业者有义务要揭露他重要的资讯给消费者，并供其选择。所以你收集的资料只能在你履行这个寿险契约的范围内来做处理和利用。你要告知当事人，你这个另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有这个范围的利用是什么？还有如果当事人如果不同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金管会讲，伫过去有金融业就因为违反个资法被罚的案例，伫最近会加强查处，若是违法的情形，会依照个资法47条罚5万到5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电会昨宣布停办，有学者指出，观光产业会减少上百亿的收入，佮加上寒假甲过年，本地安排好的旅游嘛受到影响，对观光的冲击是真大。交通部长林佳龙希望伫1月28之前，民众尽量减少出外，嘛爱观光业者体谅，先平安度过这关。2021台湾灯会第一摆伫新竹市举办，不过受本土疫情影响停办。因为去年台中灯会拄着疫情拄起来，当时参观的人次有1182万人次，产值有118亿，所以有学者预估，按照今年新竹灯会参展一定有超过1000万人次，产值破100亿。停办了后，和所来起的休寒甲春节大型活动也受到冲击。就业者来讲是重一击，又似乎呢回到呢这个疫情呢3、4月份那时候的高峰期。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活动，但是它的影响来讲，并没有说是整个全国的大影响，还是一些疫情要紧。新竹灯会决定停办，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参展的艺术家甲设计团队依照契约会继续进行完成作品，在疫情过后会提供创作者展出的机会。对休寒旅游商机可能乌有去，旅游业者只好将喙紧咬严。林佳龙也发挥1月28进前，请大家减少无必要的耍鱼，也爱请业者爱多体谅，希望做到防疫无漏沟。好，也不必就是过度的反应。好，那这个部分就是也确实要请观光业者大家体谅，也能够协助做到滴水不漏。
近日春节回乡条，林佳龙要求民航局爱落实入境者一定爱赴防疫旅馆，或者是落实一人一房的居家检疫才能放行，避免有境外移入。另外，高铁是毋是会停飞自由座？林佳龙回应会看疫情的变化，加指挥中心的决策启动，交通部拢有做应变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台中农地违章工厂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过往。虽然调查报告已经公布，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等团体今仔是到行政院头前抗议哦，因为因认为行政院的调查报告上过表面，因建议行政院爱成立跨部会专案小组，针对违章的工厂有人通报，就要马上拆除。他当初16年有执行这个计划的话，那是不是他在他们在19年的时候就不用出这个大雅违章工厂大火的这个任务？那是不是就不会导致殉职？孙职消防员的家属出现伫记者会现场，呼吁政府一定要重视消防员的权益，唔通互因白白来牺牲。包括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等等的团体，再去行政院外口抗议，强调去年大雅农地违章工厂的大火，致损2个消防员殉职。调查报告伫去年底出来，不过政府的修法宣示，甲实际执行也是有警察。我们希望苏内阁也可以提出即报即拆农地违章的行动方案，召集经济部、内政部、农委会、环保署、财政部成立跨部会的小组，来解决地方上农地工厂拆除，不论是人力、财力或是法制上所有的问题。公民团体要求行政院应该成立下部会，违章建筑随通报就随拆的专案小组，好好处理违章工厂的问题，嘛要求其他的公安2法、港府法、甲毒管法，嘛应该落实执法。如果中央有指定一波应该要去拆除的名单，相信地方政府也不会再推脱。基于像是这种各式各样的工厂的灾害，我们认为它应该要再进一步提供的是包含了像是灾害发生地或是受影响地区的范围，像是它的风向。不过，针对公民团体要求成立下部会小组的诉求，行政院发言人以简讯来回应记者，强调行政院会甲内政部协调各地方政府来处理，因为违章建筑甲消防拢是内政部管的。无下部会的需求，针对这点，公民团体表示无法度接受，无排除会有进一步抗议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新地的台湾灯会已经宣布取消，云林北港的会灯今仔县政府嘛宣布要取消。过年有真侪庙拢有抢头香、发钱宝等等的活动哦，目前多数嘛拢因为疫情无介稳定，所以先暂停。今日小巷摆着早期的电动花灯。有挂传统的歌仔灯，互灯会充满怀旧的气氛，是云林北港灯会一大特色。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文管府20号上午嘛宣布，北港的灯会将取消举办。新春所有发福袋的活动原则上取消哈。那再来就是北港灯会，我们原则上也取消。春节过年，各地有真侪民俗庆祝活动，目前台东的元宵和炸寒冬活动规划照常举办。但为着要配合防疫，会尊重台东县政府随时来应变决定。那正经办来讲啦，阮有爱实名制啦，爱个这人员呢，距离也小可拉长安尼吼。不过各地庙宇抢头香的活动中，包括台中镇南宫、彰化南瑶宫和云林的福兴宫，拢因为这届疫情升温，宣布今年取消抢头香。改以插头香的方式来取代。主席，这个11点就来起庙，这咱拢无变。那今年为了疫情，大家拢爱来遵守了这个规矩，那我们就不来抢头香。我们决定要取消这个抢头香，咱来改这个大家来拜，插伊家己的第一条。另外，咱岛第3指南宫，每到过年时，总是吸引几万人排队来领钱宝，但今年庙方为着防疫，已经宣布停办。嘛是10年来头一届，各云林食饭堂活动，庙方和各地船长已经取得共识将停办。但5年千岁平安灯塔绕境，下日市民节照常举办绕境。记者向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的永康哦，有家长指控讲，伊3岁囡仔2边的喙皮是红记记，半暝啊定定做噩梦，规身躯拢会喘。家长是怀疑讲囡仔伫幼儿园互老师拍，也毋过幼儿园是讲哦，伊无拍囡仔，家长就提出告诉社会局、佮教育局嘛展开调查。
会面上，这间永康的幼儿园有家长是投诉讲哦，伊3岁查甫囡仔拿出互老师处罚，也毋过幼儿园哦是讲无这款代志，学校的监视器嘛无翕到画面。台南的社会局是表示，目前无实际上的证据，嘛已经派社工来辅导这囡仔，这案件嘛已经进入司法的调查咯。来看公路总局伫19开始开放长12.2公尺以下的大货车，会使行苏花界的磅空，也毋过嘛是爱先过磅哦。昨一天就已经有超过500台以上的大货车往来，其中嘛违规超载，互开出红单。为着要互12.2公尺以下非管制大货车会当伫咧苏花界磅空通行，公路总局伫咧南北两边的路口拢有设地磅站，作为大货车过磅了后才会当通行。若是超载，就要下回了后才会当载入去。大货车的驾驶大部分拢真配合。时间最少差半个小时，安全性没话讲。没话讲啊。只是有时候有一些龟速车啊。以前旧路都会落实嘛，这边就应该不会，就可以也比较快啦。根据警方统计，10月开始开放12.2公尺以下大货车通行了后，到达已经超过500架大货车通过苏花界、中人磅空、人水磅空、甲国防南口磅空，不过嘛有相关违规互处理。目前取缔的状况是有超载3件，那有取缔了2件12.2以上的超长，以及1件拖车证逾期的状况。大货车进入苏花界磅空了后，有部分的轿车驾驶对大货车入去主要车道进前造成塞车是真不满。也若12.2公尺以上的大货车，目前也无开放通行，这个大货车的驾驶嘛感觉真无公平。都是拖车嘛，就是没有有那种2种制度啊。刚开放哦，真的是塞到爆，毕竟应该是3个多小时会到的，昨天搞到我们5点出发到11点多才到台北。公路总局提醒驾驶，苏花界开放大货车通行了后，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就禁止大货车通行。若是有通行的需求，就要向公路总局第4拥护工程处来申请通行证，才会当驶入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有一间庇护工厂，原本经营甲着真辛苦，这摆受到疫情影响，订单减一半哦。向餐厅的生意嘛减少3成，真侪家私狗仔拢歹去，嘛无钱通修理，因希望外界会使来斗3工。拍开冰箱，内底空空，原来早就已经无法度使用。毋那冰箱，另外一边的电风箱原底有2站，即马剩下站会使含放。老师无奈表示。器材还去，但是阁无钱通好修理。刚开始就是买那中古的来的，然后这边又已经是差不多8年了，所以它的温度都很不稳定，常常烤了那个明明是设200度，它就往上飙，然后出来东西都黑了。然后学生的话，你就更不放心让他烤。这间庇护工厂在地经营7档啊，除了训练身心障碍者的工作能力，也提供膝头。过去经营就足辛苦，即马面对疫情影响收入，国不将才向外口讨救兵。后续一个当然就是人力上，我们看怎么去做精简，但是人力精简毕竟还是有个限度，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更多的身心障碍者。对，那再来就是成本上如何去做考量。来到餐厅，学员认真切刀啊，按过详细甲看，店内煞一个人客拢无，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外界爱心关注，也比往过减了真多。因希望大家通斗3工，就因度过这届难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湾民众买的乌豆啊，有99.9%拢是国外进口的。虽然目前分林有诶种哦，也毋过只有200-300公顷。为了要种出台湾本土的乌豆啊，西内农会乌豆啊产小班嘛推广，利用1期豆啊、2期乌豆的轮流耕种的制度，会使加种一寡台湾的乌豆。伫地方上有乌豆强军名号农民蔡在兴，为10几年前就开始种乌豆，因为台湾目前大部分拢是国外进口，伊希望会当家己种出品质上好的国产乌豆。因为每个用进口豆啊，因为鲜度了有差，甲咱的传统的豆油味拢有差，食个风味无去啊，所以咱家己来种豆啊，就有的风味，找到甜啊。农会开始辅导农民使用轮作制度，家己种乌豆，乌豆除了会当摕来做豆油、下豆奶之外，会当做侪料理。
啊，咱一般咱若来食菜吼，咱用乌豆来甲控猪骹，来甲煮排骨吼，啊，嘛做乌豆饭。西里农会乌豆产销班透过一支水稻、2支乌豆轮作制度，有效利用土地，希望将上好的国产乌豆推广出去，让更较侪人知影。用在地的豆子啊，创造农民更多的收益。公所表示，乌豆营养价值高，除了健康，香阁好食，希望更较侪人支持国产的农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石虎菲菲，去年11月底逃走，虽然后来有找回来，也毋过这嘛显示讲，动物园需要重新整理规划种种的问题。早起台北市议员吴世正就去动物园来了解实际的状况。动物园嘛讲哦，敢若是整修一个台湾动物区，可能要6、7年的时间，上亿的经费。逃走18天，总算回来的石虎菲菲，即马住伫保育区，慢慢恢复健康。只要确认无保育员伫边啊，伊就为箱仔内底走出来，扫来扫去。台北市议员吴世正会在中回菲菲逃走的电视场，看到后面早后的边仔设计，伊讲有够像公务的后阳台。晒衣服的地方一样，这个当然你们有你们的苦心啦。从教育的眼光来看，他看到的。太多人造物啊，那个教育意义就差很多了。随行的动保团体嘛指出，电视场无啥物空，会当提供夜行性的石虎来炸起来，嘛无伤侪树仔会当互石虎爬来爬去。这个展场能不能够符合动物的天性，让动物展现它自然的行为？那我们呼吁，这个是动物园接下来要改善的一个很大的方向了。市立动物园搬到目沙已经超过30年，园内未少设备老旧。园方初估，若是顶边新石虎所徛的台湾动物区，经费就要破亿。议员刚刚直接就讲嘛，这样的一个工程大概要6年7年，整体跑不掉。去年动物团体捌邀请公民前往动物园边讲，结果发现几6种动物出现严重烧伤的行为，因所住的空间真单调，电视区嘛无会当炸的所在等6大问题。议员希望园方会当一一检视来回应，针对老旧的设备，嘛认为园内环境无符合现代化，有必要重新规划设计。记者林立丹从为台北报道。寒流一波接一波，过冬鸟嘛陆续来到台湾。伫台东县，即几天有民众就伫出海口看到有几种真罕见的过冬鸟哦，还有一款白花啊，伊就生做亲像卡通的唐老鸭，咱做伙来看卖。伫台东市溪流出海口，鸟友美伫草丛内底专心用相机对溪流翕相，远远看过去有5-6只身体白色、头壳是乌色的鸟停伫水中。因为这种鸟的毛色水真特殊，吸引鸟友一直翕相。这种鸟模样亲像是鸭，毋过红色的喙形更加特别，亲像是唐老鸭同款。对，它的嘴有点上挑，像唐老鸭一样。这种鸟的学名是花狐，因为嘴型特殊，佫被叫做翘片巴鸭。分布伫欧亚大陆、中国东北、华北这所在，伫台湾是真罕见的冬天渡鸟。2015年1月，捌伫台东发现过一只，毋过这一摆一困头来6只，互大家真惊喜。花狐它在台湾是少见的，那在台东因为栖息地也比较少啦，所以在台东也是算比较少见，算稀有了。可能最近有寒流，东南部气温比北部较悬，佮加上东部溪流环境较少污染，才会起因到台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中的泰安，有一位80多岁真爱讲古的阿伯，伊对地方的历史是真熟悉，人拢叫讲古伯啊。伊世界去演讲来讲在地历史，互大家了解。伊佫会晓做模型哦，佫有用茶做一寡工艺品，摸一寡外国人来听伊讲古兼学功夫。讲古伯真少向大家解说，一栋厝顶起起的建筑物，伊背后有虾米款的故事？原来这栋建筑物是日治时代日本人来到台中后里泰安一带，因为要建置后里村来饮水饮餐，才为工程师所设的员工宿舍。这也是日本人来到台湾起的第一间建筑物。也这栋员工宿舍的厝顶会起，是因为日本人才来到台湾，也无熟悉这片土地，掠准台湾也会落雪，为着避免厝顶积雪，才会安尼来设计。伊日本会落雪，会落雪吼，伊过来咱台湾起第一间这个厝。毋过，这栋员工宿舍伫50当前就已经拆掉，讲古伯毋甘这记忆会豆豆互世人放袂记。
就以做囡仔时的印象访问神秘的时代坐伙人，也抄出日本册收集资料。广告牌为着避免重担，更加实际各地查证。打甲后里镇早期的员工宿舍，以模型重新呈现，互大家看，甲大家分享地方的人文历史。1921年起的，1935年的是大地震来，它倒去，即摆才搁起，即摆就是太阳车头。广告牌已经80外岁，毋过脑洞一宗，因若搞广告，佫会晓做模型、插工艺，吸引袂少外国人来，讲要教广告牌学艺。也广告牌嘛真欢喜分享这个代志，伊讲只要大家无去嫌，伊就会继续讲落去，互愈侪人知影后里在地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种薰草伫咱台湾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嘉义的薰草种植因为产业改变，在地种薰草的农民年岁拢真大了，薰楼嘛一间一间关哦。嘉义县政府最近出版咱国内头一本薰草产业影像册，要来记录这个特别消息的产业。一张一张伫薰田内底的相片，记录家己薰草产业的过去甲今仔。本身嘛是薰农第3代的摄影师，为少年的时阵就开始记录社区内底农民的生活。伊讲台湾种薰的历史100多年，袂当互这段记忆消失。那历史就是写台湾的烟叶史跟嘉义的烟叶史。影像的部分就是我这个30年来所拍到的照片，我把它做一个集结、汇整跟精选。嘉义过去有全台第3大的薰草区，种植面积捌有3000公顷。100多年来，薰草产业渐渐落济。嘉义县政府探讨薰农各地咧，用相片甲文字，赶紧把这段嘉义山区的历史记录落来。一个影像啊，也是记录着我们嘉义县整个发展的一个记录。那在我们文化部，事实上他也在推国民记忆库，他所讲的就是这个，就每一个民众的生活日常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我们出了这本书。我拢一直教人放花种薰，种到即马人手长到无种尔。即马爱你买转来，互阮遐侍媳仔看。阮侍媳仔讲：妈，你来买一丈薰啊，买转来互我看，转来互伊早咱种薰辛苦来安尼。除了整理相片出册，作者嘛整理徛街附近一区田，内底有种1200丛的薰草，提供予大家观赏。看到这一丛一丛比人搁较悬的薰草，作者表示，希望这个薰草会当予人会记得这片土地捌发生过的故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立法院昨成立一个台语的吟诗社，要来教社员用台语来念汉诗哦。立法院长游锡坤嘛特别强调讲，母语若当文化就会消失，所以你爱甲台语传承落去。风调酒，九中天。立法院长游锡坤现场唱出汉语做的7件律诗，用行动展现对立法院成立台语吟诗社的支持。这嘛是立法院第7个社团，有台语老师来教大家念汉诗。那么10句就是4字尔，4句尔，律诗8句。我会将伊的历史故事甲这个作者的背景，安尼会加深互咱学习的记忆力。老师用汉诗教社员，上主要是因为台语本身就真侪声调，适合用唱的，诗词底嘛较好记。院长嘛表示，台语是咱的母语，母语当文化笔。未来嘛希望台语汉诗吟唱会当推展变成台语教学的一部分。只要教那些诗，然后就会要他们吟唱，然后用台语吟唱。那如果说有人全国比赛，然后提供录影带给大家，学生就会学呀，可以引导台语教学。游锡坤嘛讲，台语汉诗的教学有文学艺术的价值。这摆立法院成立第1个台语社团，嘛希望台语文化更较受到重视。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任以来，对厝价有真侪意见哦。也毋过韩国厝价却愈来愈悬，民众大拢烧钱要买厝。伫首尔江南区一间25平的中古的公寓哦，就要卖大票9000万。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任3年，24便推出拍房的政策，不过效果不好。房地产委员会上新的资料，南韩目前租厝的租金比去年同期起码到7%，是过去9年来上大起涨，厝价也起8.35%。
是14年来新悬。伫咧首尔租厝大少年人讲，租价遮尼悬，根本买袂起。 구매하게 되더라도 서울 지역 아파트는 좀 힘들 것 같고 경기도 지역 아파트를 구매하게 될 것 같습니다. 专家认为，南韩的租价遮尼悬，是甲去年政府调降银行的利率到历史新低，颠倒刺激民众买厝，和房地产一直起价有关系。另外，政府规定限买限贷款的地区，也和本来租价较低、无受限制地区的租价起价，和高房价自首尔首都圈扩大到全国。民众拢认为。 租价会一直起哩，袂阁落来，大家惊赶紧买。像首尔精华地段的江南区一间25平的二手公寓，身高介绍竟然要代票9000万。 연초에 비해서 한 3, 4억 정도는 상승이 됐고요. 지금 거래가 되고 있는 거는 거의 신고가로 거래가 되고 있습니다. 심리가 지금 내가 안 사면은 뒤처지는 것 같고 해서 지금 현재로는 당분간은 상승세로 보고 있습니다. 数字显示，首尔平均的租价最近3年起将近4亿韩元，换算代票是1000万。苗南做到竞争的程度实现高大政绩，和文在寅正头疼。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全球有真侪餐厅因为疫情的影响关门，摆伫法国米其林的线顶颁奖典礼哦，有真侪总铺师是真感慨。 受疫情影响，今年法国米其林指南的颁奖典礼改在一日线上举行。摕到家己第一遍摕到米其林3星，总部师马吉亚欢喜到流目屎。Aujourd'hui, je peux vous dire que je suis fier de vous dire que je suis un cuisinier.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去年法国的餐厅因为封城令，大部分的时间拢无法度正常营业。 评审只敢会当伫咧7月到9月短暂开放的时阵评鉴，结果马吉亚用心研发融合法国在地加外国风味的菜单，可以伫咧马赛餐厅得到米其林最高荣誉的肯定。坚持料理无拍质的，也有伫咧巴黎开餐厅的总部师山卓拉，今年延续去年的好成绩，保持米其林1星。伊的早间是采用日本式的开放厨房。 过去生意正好，因过受疫情影响，也暂停营业，和员工放无薪假。唯一的收入就是靠私人暗暝的订单。Voilà, puis j'aime les gens, j'aime faire plaisir aux gens. Moi, mon plaisir, c'est d'aller de voir les gens heureux après un repas. C'est ça mon vrai plaisir, c'est de donner du bonheur. Et du coup, c'est un peu comme la fleur qui a pas de soleil, on se déshydrate quoi. 有一个米其林餐厅为了要求生存，开始做外卖。不过山卓拉认为外卖会降低食物的风味，所以坚持不爱做外卖。即马除了暂时靠政府的补助加贷款过日子，希望有米其林的加持，餐厅伫咧疫情了会当搁再爬起来。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 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